是打咧，我对这出戏大伯上讨之有折磨嘅地方，就是第一，因人打华北句太过侪了；第二条就是我大伯嘅英文打嘅福建话是不好咧。大家好，我是姚鹏松，最近俾来下好时机，这出戏叫做大伯上讨之，也就是福建话打嘅大伯上太济。我是真正敬佩这个40大位，至少是到 YouTube 迄摆，我看到因若有学在广府话、广府规声嘅影片啦，伊甲即个香港嘅规戏会使比嘅啦，甲泰国嘅规戏也会使快嘅啦。是打咧，我对这出戏大伯上讨之有折磨嘅地方，就是第一，因人打华北句太过侪了。我是希望咧，即个大伯即个角色应该爱100%爱打福建话嘛。我去到豆教界庙，我是期望是看到即个当机是打福建话嘅嘛。到豆教界庙内面啊，福建人拜老爷是拜到一个啊，潮州人本无变甲即个福建人比嘅啊，所以打福州嘅豆教界庙因人嘅当机是打福建话嘅，拄车即个成名去复兴到即个当机嘅成就。伊忽然间打华北句，即个是我感觉真正奇怪嘅事啦。第二条就是我大伯嘅英文打嘅福建话是不好咧。我知即个 Helen 伊个福建话是真正好嘅啦，看有即个当地嘅阿爸咯，伊个福建话也是真好嘅啦。真正严重嘅事就是即个基本是爱用本土音嘅，但是真折磨嘅是伊人是用白读音来读基本嘅啦。我希望40大位会使去找专业嘅人嚟做打，嚟研究成事啦。伊去装备嘅所有地方去做田野调查伊除了会打伊家己打嘅太平福建话以外，哇，伊佫会晓变通嘅伊佫会晓打东南北嘅福建话嘅真正是强啊！所以你去找伊就啱了嘅，连百姓嘅册伊嘛是有写嘅嘛，哇，找伊就啱了啦。对于这出戏内面嘅英文有福建话打甲无好嘅情况，这款失误咧，我是认为40大位，甚至是英文有社会嘅责任爱负担嘅。我就是建议如果女人因为这出电影发大财，我就有助女人会使强类靠打福建话运动来弥补女人嘅过失。我知女人是有用心了嘅，是打咧这款嘅失误无变当作是无开掉，这个是我嘅建议尔啦。我嘅建议是代表我嘅建议，无代表其他人嘅建议。我只是考虑来参考一下，毕竟保护保护是好事嘛，所以会使考虑嘅。